我这个干嘛？担心你。担心我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好。你好会关心人啊。你不打开吗？打开干嘛？里面不就是充气吗？打开。烟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啊？我做的。你做的？你做这个干嘛？你不是喜欢侦探吗？对啊。侦探都有烟斗啊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送的礼物很有趣，我很喜欢。那就好。不过你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呀？吴教授教我的。你那么会谈恋爱，还需要人教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觉得吧，你好像很会谈恋爱。我不否认啊。我就知道。我没有要跟你计较什么的意思，也没有想要窥探你隐私之类的啊。就是你到底谈过多少次恋爱？999次。1次。谈了多久？1周。这么快就分手了？没有分手。那我是小三啊。我是和你谈的。原来是新手啊！那你装的那么会谈恋爱似的。切，不会说话你就别说了。不对呀，那你为什么那么会扎头发？本来就不难啊。不难吗？我小时候学扎头发学了好久呢。说了不难就不难。哦，好吧。不过我给你个建议啊，既然呢你是新手，那以后就不要再说这种很会谈恋爱的词了，不好。甩是甩。